下邊我為大家介紹乜嘢係小房子。小房子有咩用？小房子係一種佛教嘅經文組合，裏邊包括有27篇嘅大悲咒、49篇心經、84篇往生咒、87篇七佛滅罪真言，我哋簡稱佢為小房子。小房子喺靈界係大支票，用嚟還靈界嘅債務。超度亡人同靈性係能量，所以用小房子嘅方法超度係大慈大悲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賜俾我哋嘅靈驗法寶。靈性攞到小房子之後就可以得到超度，我哋還咗債，生活中所有唔順利嘅事就會慢慢改變。喺你學念小房子之前，你需要準備以下嘅物品：一張全身白色打印出嚟空白嘅小房子，紅色嘅信封用嚟保存小房子，一支紅色嘅水筆，一支藍色或者黑色嘅原子筆，一塊大概係60厘米乘60厘米嘅紅布。打開之後呢，差唔多係一個正方形嘅，一個打火機，一個全新嘅鉗，一隻全新冇任何花紋嘅白色瓷碟，一張新嘅木凳仔，或者一塊新嘅木板。你準備好以下嘅物品就可以學念小房子啦。而家為大家介紹念小房子之前要注意嘅事項。喺學念小房子之前，一定要學識念每日嘅功課，因為我哋做晒功課之後，身上至會有能量，而有咗能量呢，就可以念小房子嚟還債。每一日一般先念功課嘅大悲咒，咁至會有功力念跟住嘅經文嘅。而其他功課同埋小房子經文嘅先後次序呢，你係可以自己靈活安排。跟住我為大家介紹念小房子嘅方法。喺念小房子之前，首先要將小房子經僧處寫好，同埋僧字上邊填好。先為大家講解經僧處點樣寫。一般填寫經僧處嘅時候，同埋僧字上面嘅時候，請大家注意啦，一定要用藍色或者黑色嘅原子筆嚟寫。小房子裏邊嘅經文喺點嘅時候，要用紅色嘅水筆，要點喺小房子圓圈嘅裏邊。經僧處我哋一般係俾自己嘅要經者，就填寫某某某的要經者。某某某係指自己個名。如果係超度自己曾經墮胎或者流產嘅 BB， 就填寫某某某的孩子。如果係超度屋企裏邊嘅靈性，就填寫某某某房子的要經者。如果係用嚟超度過咗身嘅亡人，就直接喺經僧處填寫亡人生前嘅名。如果你呢一張小房子嘅經僧處係俾其他嘅要經者，具體嘅祈求詳情，請你參考佛教經典組合、小房子念誦指南同埋我哋嘅小房子念誦功課紙。而家為大家介紹念小房子之前嘅祈求。如果你屋企有佛台，首先向觀世音菩薩上香。屋企冇佛台嘅佛友，請你先上心香，再祈求。上香之後，請參考我嘅示範，念觀世音菩薩聖號3次。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廣大靈感觀世音菩薩摩訶薩。祈請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廣大靈感觀世音菩薩摩訶薩。
幫助我某某某某，將我所念嘅小房子送俾某某某。呢張小房子具體嘅送俾邊個，係按照經贈處所寫而定。具體嘅內容可以參考佛教經典組合小房子念誦指南，裏邊有詳細嘅講解。你要將念咗嘅經文點喺小房子嘅上邊。首先你要一塊紅布，至少呢都要有60厘米乘60厘米咁大嘅。如果地方淺窄唔夠位，請你將塊紅布對摺細一啲，起碼摺成 A4 紙咁大，好似咁樣放喺台上高。攞出你啱啱寫好敬贈嘅小房子，將呢張小房子放喺紅布上邊，攞支紅色嘅水筆就可以點啦。注意喎，喺小房子點紅點嘅時候，要由下邊向上點，要盡量將每一個紅點都點喺圓圈嘅正中間。紅點大細呢，大約係5成至8成之間，唔可以剔，亦都唔可以喺上高打交叉嘅。具體嘅方法，請你大家參考呢本佛教經典組合小房子念誦指南，同埋另一本佛學問答第164問小房子的填寫和點紅點的注意事項。念完一張嘅小房子之後，請你將西曆嘅日期填喺小房子上邊。日期可以係你當日念完嘅日子，亦都可以寫你燒小房子嘅日期。下邊我為大家講解屋企有佛台燒送小房子嘅方法。首先向觀世音菩薩上香頂禮，念觀世音菩薩聖號3次，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廣大靈感觀世音菩薩摩訶薩，然後將小房子放喺頭頂，再放喺佛台上高，然後跪低向觀世音菩薩祈求，祈請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廣大靈感觀世音菩薩摩訶薩，幫助我某某某能夠將幾多張嘅小房子送俾某某某嘅要經者。特別提醒，送俾邊個呢？係根據你當時燒小房子經贈處所寫嘅內容而定。燒小房子之前，請你講祈請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慈悲我。跟住由佛台攞張小房子落嚟，將佢上下倒轉，經贈處要向下邊，用個鉗鉗住上方，用打火機由經贈處開始燒。燒小房子過程嘅時候係唔需要念經，唔需要講嘢，只需要講請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慈悲，直到小房子燒完為止。燒完之後講拜謝南無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幫助我某某某能夠將呢張小房子送俾某某某。注意呢個某某某係根據你當時燒嘅小房子經贈處所寫嘅內容而定。然後感恩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嘅保佑，然後拜一拜。如果有佛台嘅，就向觀世音菩薩叩一次頭，就代表拜一拜。下邊為大家介紹屋企冇佛台點樣燒小房子。首先上心香。具體嘅方法，請你睇《心靈法門入門手冊》，裏邊有詳盡嘅講解上心香嘅步驟。第2步，恭請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廣大靈感觀世音菩薩摩訶薩，恭請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廣大靈感觀世音菩薩摩訶薩，恭請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廣大靈感觀世音菩薩摩訶薩。念完3次聖號，要念一遍大悲咒，一遍心經，
將小房子放喺頭頂，心中跪求。注意啦，心中跪求即係幻想自己係跪喺觀世音菩薩嘅面前，而唔係實際上你跪喺嘅地方。屋企冇佛台嘅係唔可以隨便跪拜嘅。祈請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廣大靈感觀世音菩薩摩訶薩幫助我某某某能夠將幾多張嘅小房子送俾某某某嘅要經者。再一次提醒大家，送俾某某某嘅小房子係根據小房子敬贈處內容嚟講。如果發現碟裏邊有未燒完嘅小房子，請你用個鉗夾起，再次燒，直到全張燒完為止。注意唔好用個鉗不停咁撥動小房子嘅灰燼，要將小房子嘅灰用白色嘅紙巾或者白紙係包好，掉入垃圾桶裏邊。當日就要將垃圾倒出門外啦。全張小房子嘅經文念完之後，請你加念3片或者7片嘅寶訣真言，同埋7佛滅罪真言。具體嘅內容，請你參考佛教經典組合《小房子念誦指南》，每個步驟都講得好清楚。